來鄉親朋友一些困過後啊，轉到福起來咧節目嘅現場咯，嗬，咁見比倆好空間來報道嘅啊倆鋪戶倆單元咧，來講到嘅嗬，係講從上高後進後群啊，所以來啊嗬，倆安尼嘅一個進後安尼嘅講平起來講，所以來因係應用嚟去面對啦，還個出現一個太事件嘅時節，做家長嘅做先生嘅嗬，係講自家是為咗安尼嘅朋友嘅時節，應用選來去關心佢，嗬，也講到也會用係像我來問您意思嘅嗬，咁都嘅事件發生嘅時節啊，其實有嘅苗路風啊，也苗路案發他們都有年都苗路風流發咧，我講嗌我去做嘛嘅也做也紅啊，當督夫唔講嗌我來，所以可能會學幾嘅一個事情，從一件事情我用嚟去看，韓國我應該講無卡嘅家長嘅朋友是為朋友都按用嘅人咯，按用嚟去注意。實際上安尼事情發生過吼，我哋所看到啊，太普遍有個人會裡面嘅事件講，我有一個神氣，我有人裡面嘅事情會講可能會有各種不同嘅講法啦。有個人會認為講也安尼人。不出得了哈，應該出只不易出行也。出行也講人講是是，不過那我一派人講法咧嗬，佢聽說是有如果嘛個用嘅上海，就會有按用講按照反社會啊嘛個按用嘅性結出來。所以最重要事情，一看社會方嘅一個狀態事情，我哋講危機好咧哈，有啲事件發生咧，我哋要危機處理。咁樣做過好，有人會生氣啊，會發脾氣，會不滿，會不滿，感覺啊，出這都講嘅人都那去判死刑都好嘅啦，冇去管咁多。但是事情後面都結束嘅，最重要是係啊，像我哋做安尼事情嘅人，可能唔會搶呀政治一啲人，也可能其他人。一擺發生咧，下一擺還係可能都冇共用嘅素材，也係講冇共用嘅國家嘛，因為其他國家其實沒有發生一樣嘅事情。所以慢慢的清槍心理衛生方面嘅事情，好像慢慢的本人過注意嘅，但是從安用去注意一樣嘅事情，慢用嘅人會發生嘅事情，其實冇人講得錯，但是我哋咧成日比較親戚朋友。甚至講親戚朋友嘅事情呢，我哋都可以來觀察，甚至來關心一下。比如講，而家事情有啲乜嘅問題譬如人家事情嚟用嘅時候，可能一地兩嘅。佢可能都想命命嘅哦，啥就會心團波嗬，心肝命胎。有時朋友嘅實在傾下時會講到一間都卡事情嘅樣。迄個是講貼朋友嘅事情呢，個貼片咧，凡是教養方面，可能會有做他人的一些辛苦的地方。一般來講，我哋朋友想協助傾下時間啊，所以他可能互相去討論嘅事情。迄個是講唔似人因為人生意呢，有方法搞都冇方法嘅話，咁你可能人生意個貼片，係咩嚟請專家來幫忙，也係一個重要嘅事情。學校嘅教育。更加大部分都比較採取嘅軟性的訴求來幫忙人哋生意嘅，但是學校線上啊，老實講，更加教育體制下，而且除了能夠關心，個一啲線上能夠關心20幾個學生，可能有的有問題，而也唔敢講，因為講咧家長會有異常嘅反應。家長會知道講，有我生意就按乖，生意就按認真。用乜搶唔講啊？用唔相信。係啊，就譬如講，有些人可能去學校完全冇朋友啊，會吃皮，做乜個事情，如果像一個獨行俠樣，我行我素嘅，也會多安嘅情形啊。有嘅家長顧面你會相信，係有以記錄卡，甚至同堂兄弟、表兄弟之間都冇辦法互通。同隔壁嘅生意你也冇辦法互通，迄個是也抵得人情嘅話，而會抵得譬如講先生提倡嘅時，而會感激先生對阿先嘅關心。有嘅家長而唔會讓伊接觸安嘅事情，伊連都會來怪罪先生。
所以其实有时候先生要做好，有时候要忽略它，也都一个更难的事情。先生吼，对讲爱去处理，吼，佢可能要有另外一层嘅一个担心、出手理啦，吼。迄讲唔处理，可能就會他一般也會做成造成也講到都係講沙飛嘅問題，有種人用沙飛嘅一點也天時炸彈嘅吼。古早呢，講到一個學教嘅先生，其實一個講到，我用嘅係準則。也都當重要，一講我再個用乜嘅用嘅方法。當然學教嘅先生，學教嘅地步度，從點講到一個白切嘅事情嚟講，都嘅學教地步度，其實對佢之前都有發現嘅嘛，發現講佢嘅行為怪怪啊，嚇，個都啲講佢可能我做乜嘅太事情嘅。唔過呢，有時間唔講我用嘅去主動，佢又冇做違法嘅事情，佢都先生喺面前，其實表現都當怪啊。就講佢冇乜問題，有時間你咪做唔到去處理佢。所以最重要的事情還是要家庭的關係地方，父母對小人的關心，唔單止父母，甚至旁邊呢，嗰度嘅同學也學習的過程當中，朋友啦、同學啦，彼此之間互相嘅關心。對於迄個是多多少少會對有一些幫忙。迄個是像有個人係一次以來都冇辦法接觸別人嘅幫忙，接觸別人嘅輔導嘅，咁樣情形嘅話，咁其實要請專業嘅人也還是要請專業嘅人，因為你做事地道咁樣去處理啊問題嘅話，總是各有方法預防安尼沙飛嘅太事件發生。古時候呢，愛處理嘅時間就愛處理，愛較積極嘅話，吼，做這個一部分可能冇法度來做下，點講延慢嘅處理嘅時間，你就愛再來尋求其他資源嘅天數，係係點講到有義務嘛，有香港一樣嘅情形，愛盡量積極來留意，點講關心，吼，本期嘅生活步調也係講嘅心理層面做得調整到較好嘅話，吼，學嘢做係點講到可能。針對一個當事人啦，吼，佢嘅心理方面嘅輔導。不過像按樣按太嘅沙飛事件哦，做家長嘅，你出家無卡嘅聲音嘅，吼，按樣嘅老爺聲音嘅，去點講到聲音嘅，佢都可能對一事情佢冇乜嘅了解，也係乜嘅樣嘅格事件，好，再過來。聲音嚟頭先講可能會好，有啲人講可能按用嘅行為色彩做唔得好都唔好，有啲家長都搶講做唔得好聽，好就冇了解講到原因哪係樣嘅。有時間人哋做家長嘅可能冇有小學嘅啊、國中嘅、高中嘅，有時間家長有必要講大家坐下來啊，了解討論下按樣嘅事情嘛。其實最重要的事情還是看聲音嘅。伊所提到的東西越多嘅，其實大部分呢健康嘅聲音嘅發展，其實伊還是會有比較向善方面嘅發展。一開始講像也固特別的聲音嘅可能會有一些譬如講模仿安尼暴力事件來本這個顯得有啲一啲地位，影響這個感覺。像有一種個偏差觀念，其實只是在某個少數的人身上會發生。安尼事情發生，不管多多少少，最重要事情還是你發現了，你都要做處理。你做處理的方式，可能看看你自家愛前面部分家庭的家人之間的關心，安尼情況能夠幫助嘛？迄個是幫助有限的話，那就來尋求呀專業的人員來看看呢，聲音係咪有需要醫療方面的一些專業的幫忙？係咪有需要醫療的幫忙？係咪有需要一個心理方面嘅諮商？也得都有可能講到來去簽一天數。你講到也你嘅同學老同學之間，從一般咪頭先講到嘅同學會去講去了解報本先生，報本警察局，從有時就係愛去主動嘅殺人，也係講愛直接去，像你講簽其他嘅天數，其實用會較好，呢種會較好。其實假使有啲事件，係假使講地帶講，有啲事情發生嘅時候，造成一個沙飛重大嘅混亂嘅現象嘅時間，其實
应该要保本欣赏，甚至以身边的父母亲，或者是其他的辅导人员，甚至的警察，来维持一个秩序，弄个重要。因为当时虽然有那的景象就是有人传说有那的事情可能会发生，但是大部分人都冇当一回事，所以那的事情都发生了。嘿，古时候咧唔好讲马街事情，就出到讲也冇马街啦，佢可能讲笑话，也应该唔会发生，也按定人讲嘅事情唔会发生，其实还是有可能。这么意思，人对所有的事情都要去充实，要充实一件事情係當從要去面對佢，學講到嘢其實一排嘅事件來講，應該可能新聞啦、平面也好啦、廣播也好、電視也好，做嘅人看到嘅，所以電視打開來要看電視嘅時間，所有嘅畫面就硬重複，按用硬去放鬆啦，像。按用硬放鬆嘅也用嘅畫面，所以都講大家都看到佢聲音啊，佢嘅也都按用嘅現場按定義講嘅畫面，從按用嘅情形知道按用來做嘅方式，有比較來做一下調整咯。係啊，也媒體方面嘅事情當初其實在我哋台灣921大地震嘅時間，之下呢發生嘅事情其實。企業一般人心都會造成對長期影響。大家都會按用心肝頭度看到按用嘅事情，可能就會動驚呢，驚嚇嚇嘅。天時明月不管乜個時間，不同嘅台錄完嘅時間，可以看到嘅畫面。其實一對大部分人嚟講，冇見得有乜個幫忙，反倒是一個另外一種負面的影響。所以我哋的媒體其實也要互相來做一個講自律嘅問題。要調整。當初也有人提出，我哋的媒體要有啲專業嘅倫理、專業嘅道德，來抵得講我哋的東西要做到乜個長度夠好，唔好本它可以有一種以面的事情呢有擴大親像我哋石頭跌在個水塘，佢不斷的漣漪發生其實對他個不見得有正面的意義嘅。古時候咧因為了解媒體用因報道嘅時間從做家長嘅人啦，也直接記得要注意嘅就係要留細人討論，韓國做得冇本細人嚟看嘛，所以講一到畫面都有幾多講也冇應看那樣。最重要的事情也係看細人呢，而家知識長度夠冇，父母親的關心落嚟冇。係講強勢，你就唔好幫佢看那樣。父母親能夠直接運用去引導也細人呢往一個正面的方向來思考，也會重要。你講到讀到按重大嘅事情來講，講從上高係會壓力真係缺你先重要嘅愛去做嘅就係愛去面對嘅態度，韓國人做嘅嘢就對嚟講，上可以講到最大也係一定好嘅佢唔會當什麼林醫師來到我節目嘅現場，安子說。後來你就來歇困下，講下聽咧，還係記得咯，愛聽聽你先生聽下來，好好做運動，希望大家。